甲我嚟好，尽量来好，甲我。以后就安尼。好，OK。好，会使安尼会入去 ，OK。后壁有台湾地图真好。看这先看这一。好，谢谢。OK， 开始啊。好，开始啊吼。各位乡亲、记者、小姐，大家好吼。我想今仔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首先，只给大家报告，就是讲，阮是旧金山湾区吼的台湾人，大家对这个旧金山保育的研究会，在这对一个58周年旧金山保育成效58周年的这个纪念会。而这纪念会内底，阮主要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是安怎咱爱来重视这个旧金山保育。最近大家拢知影，就是讲伫台湾讨论到真厉害，这个F 啊，到底是台湾人是安怎是爱去签这个 F 啊？这个 F 啊，是台湾人是应该去签，还是无应该去签？其实讲起来真简单，我想两个党主席伫遐讨论看过，其实咱用上简单的来看这个代志，就是讲 F 啊本身实际上是国民党本身要去甲中国共产党要哪去协调的代志，结果甲台湾人拖入去拖落水里去，实在是真无应该吼。所以，迄个蔡英文主席伊讲的真对的，伊讲开始的时阵，若无用清楚吼，就是讲台湾是爱迈向即个世界无毋对，但是爱甲国际联合起来，才去甲中国来做生意。但是中国的立场、国民党的立场、马英九的立场是啥？就是讲台湾先锁入去中国内底，才对中国做中国的卡仔，才去甲全世界结合。迄是甲台湾香港化就对，完全是错误的迄个对象。那么咱今仔日在这要来检讨讲这个旧金山保育，其实58周、58年前旧金山保育成效就是1952年4月28日，这个成效。这个旧金山保育是真清楚的，甲台湾、甲中国关系做甲真明确的这个介绍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内底，其实中国甲台湾本身无发生任何战争行为，所以伫战争结束内底结束以后，当然无造成讲台湾是归属中国的这个理论。那么当然伫这个要结束以前，战争要结束以前，有讨论过讲像讲大家可能知影的这个开罗宣言啦，是讲波茨坦宣言，这拢有讲到这个台湾将来战后要安怎处理的迄个方法。但是这是伫一个讨论的过程中所提出来的议案尔。上尾这个议案的结论是伫旧金山签的这个旧金山合约，1951年9月7日所签迄个旧金山合约，这是做结论。结论就是讲台湾日本放弃伊的迄个所有权，放弃伊的所有的主张，安尼尔，并无讲我要甲即个台湾的主权交任何一个人。所以中国的政府，蒋介石政府其实是做一个算讲军事占领的角色，代理即个联军来占领台湾，并是一个军事占领的开始，并无甲台湾的主权交互中国还是中华民国，拢是无。所以台湾人过去伫这60几年来，实在是真可怜。咱对2008年开始，2006年开始就陆续开始有伫这个美国的华府的所在有一个告诉林志升先生提出一个告诉，这个告诉内底甲咱真清楚，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演变，上尾啊法院的迄个法官甲咱讲，就是讲台湾是一个无台湾人民是一个无国籍、无国家这个所在。那么每一个台湾人，伫过去60几年内底是生活伫这个政治地界内底，所以这白纸黑字，美国的这个法院甲咱讲甲真清楚。所以台湾人伫这个日爱
真觉醒出来，爱徛起来，就是讲，咱爱知影讲，台湾人确实毋是中国人，吼、台湾人要安怎对即个日子开始要迈向讲，咱爱安怎去争取咱的迄、个应该有的即个国际地位。今仔日咱真欢喜伫做遮咱特别的来宾吼，即、个 Victoria 桂姓华医师吼，伊昨对台湾转来尔，那么伊其实登去台湾有参加一个咱最近成立的即、个其实2008年2月初2成立的一个台湾革命政府。台湾革命政府即马要搁行一步，搁进一步行出，就是讲要去即个美国的首都华盛顿迄个 DC 吼。要去设立一个办事处，那么伊要做咱第一任的代表吼，所以我想啊，即摆过落来，咱请即个桂医师吼代表来甲咱好表示。因为谢正宽医师用台语已经甲大家说明真清楚。今仔日是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伫1952年4月28生效，今仔日是58年。但是我想我伫遮我要甲伊转用英语来发表，因为这真侪迄个法律的即个物件吼，我有真详细资料伫我面头前，所以我要来开始。Okay, let me bring up a memorandum that was dated May 3rd, 1951. It's a conversation by Frank P. Corrigan and Thomas Corey of the U.S. Mission at United Nations. Here it says some Soviet views on the world situation. The Malik of the permanent Sovie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tinue to insis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ccupied Formosa, adducing as additional proof the recent establishment of Americ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for Formosa. At this point, Salapkin, the alternative Sovie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ame into the conversation to observe that